大堂中央酒店超前部署，为消费者大辛苦让，因为疫情趋缓后，国民旅游热潮的到来，提前规划2022年会当使用的住宿券，每张只卖2022块。台糖长荣酒店为了想就是说让明年快快乐乐出来旅游，所以我们推了一个就是那个快乐出行的一个快闪住宿券。然后这个住宿券来讲一套一张的话是2022，等于针对明年2022年。那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先买，然后先买先优惠，后来享受。那明年的话可以快快乐乐来出行来旅游，就不要跟人家来挤。这是我们推出台糖长荣酒店推出这个住宿券的用意，希望大家先买后来享受。大堂中央酒店2022住宿券，因为介绍超优惠，所以是一套10张来卖。总经理郑东坡也欢迎民众会当揪团做伙来买。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出游，为了这样才设定这一个，就是说以10张一组，然后你可以去揪团，因为是相当优惠，相当的便宜。最重要说，先买到以后放的明年嘛，明年的大家就不用再跟人家挤那可以快快的出行来旅游。原本一间平常日要5000的房型，民众现在只需要开2022块，等明年疫情趋缓后，就会当享受到5菜饭店的住宿服务，非常的优惠，而且嘛会当用国旅卡来购买。不过，这个套票特别，为即马开始只卖到7月4日为止，有兴趣的民众卡手就要紧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